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咧讲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意思是讲两个人斗甲好好，斗打甲麻麻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同，读倒行同第5条。读同这是读鼻音，文音是同。也毋过嘛有人认为同甲同这是腔口差。同就是声明我甲伫咱人的身躯来展示行为，卖当问代志的吉凶。专门替民众来请示声明意思，这个人咱讲是同机。同机互声明我甲有反应，开始跳顶动讲话，传达声明的旨意，就是起同或者是跳同，嘛有人讲是上同。若起同结束了后，就是退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关同，意思就是念注意，互声明我甲伫咧同机的身躯会跳顶动，讲话来传达声明的旨意。第二个呢是一句俗谚语，人咧讲红衣顺话尾，假同害正人。这个意思是讲红衣会照对方的心意来讲话，假同机嘛会假sen是声明的意思来欺骗人。这个意思是讲红衣甲同机会看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要讲啥，人嘛因为安尼来受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例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信徒虔诚是好代，劝人做善嘛应该，也毋过毋通搞欠损。也着神，也着人，完全相信关同讲的话，家己无拍拼。若是红衣顺话尾，假同害众人，将基尾受害也是家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同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